是不是篆？是不是竖的？看不出来。要竖的哦，提倡素食，提倡素食。天时而虚之，相敌则友，相类则仇。故东北反失衡也。阴者喜阳，柔者好刚。好刚。其不足，求其有余。故阴向阳，而下侵上。素的哦，提供吃素的哦。这都素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素的了。要提供素的哦，提倡素食，环保救地球。提倡素食的哈。和天大道院，还在岐山呢。这个声音在念《易经》正式证明的正解释的是，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。善书。